咁喺大年初一祝各位身體健康，龍馬精神，馬到功成，幸福加碼。各位最緊要幸福啊！咁最緊要就係世界和平添啊！譚朗為 Steven 啊，Steven。係啊，大家好啊，我係 Steven 啊，恭祝大家咧喺馬年咧股馬都要亨通，身體又要健康，賺個盆滿缽滿啊！係啊，Steven 就真係啊，選馬咧，今年馬年你啱你啦，係啊，選馬亦都係非常之精準㗎嚇。好，仲有阿 KK 林嘉琪啦，嘉琪。恭喜發財，恭喜發財！祝大家咧今年就馬到功成嚇，恆指就開足馬力嚇，即係有上冇落嚇，日日都可以即係向住一個高位進發。好，即係最緊要大家股運亨通啦。咁啊講起股運啦，咁啊蛇年咧，不如我哋回顧下啦，幾位咧就喺蛇年都有幫我手，就喺開年嗰陣時候咧，農曆新